继续来看民进党布局明年的大选，是来组成着抗中保台大联盟，而且甲小绿来合作。台中市第2选区是支持基进党的参选人陈碧维，要来拼国民党的颜宽恒。民进党的党主席杜英泰请来着交通部长林佳龙担任着中部指挥官。林佳龙来分析，目前的选情是一半一半，真有机会会当来打败国民党。基进党发言人陈碧维为民进党主席杜英泰手中受代表意外险的4000万的保单，即马起伊要变成抗中保台大联盟推出的立委参选人，伊的对手就是国民党现任立委颜宽恒。我愿意做台湾的这个爆发消波块。当中国海啸退去的时候，韩国来的鱼会死在消波块上啊！甲一张中国牌换做一张台湾牌，是你我每一个人的义务。现任的交通部长兼台中市长林佳龙，嘛正式成为联盟的中部指挥官。所以只要能够激起支持者的热情，绿营大团结，知道为何而战，这一区啊是5-5坡的选举。民进党甲小党合作，抗中保台大联盟目前主打台中、台中市第2选区推出基进党的陈碧维，对国民党现任立委颜宽恒，第3选区时代力量现任的立委洪志荣，对有可能参选的台中市副市长杨庆英。除了台中以外，民进党甲时代力量要未少选区提名是灯塔爱好法沟通。另外，中正艋舺区是继续让林通做，说互相现有的立委选区能够彼此互相尊重。所以基于这样的原则，汐止选区是黄国昌委员应该寻求连任的地方。如果时代力量也是这样的想法，那民主进步党在这个选区的提名会是0。杜英泰区显地听讲拜二对见面，合作空间有偌大，就看双方安怎瞧。同时，整个大